Mr. Richard Choi, Vice Chairman of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to give us a speech. James Hong. Sorry.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r. James Hong, founder of League in Defense of Hong Kong Freedoms. 各位朋友早晨啊！我係保衞香港自由聯盟嘅發言人韓連山。我哋保衞香港自由聯盟嘅成立咧，就係為咗捍衛香港人嘅自由同埋人權。因為我哋見到香港自從喺梁振英執政以來咧，所有嘅方面都受到無所不用其極嘅干擾同埋打壓，包括教育、傳媒，甚至最近嘅選舉，我哋都知道梁振英政府係用盡佢嘅方法咧去打壓、捍衛香港民主、人權、自由嘅朋友。今次新唐人舉辦嘅國際舞蹈大賽遭遇到咁樣嘅打壓，正話我哋嘅朋友已經講咗點樣打壓，我唔詳述啦。係好明顯係香港政府喺梁振英領導之下，保安局、警務處都係用盡佢哋嘅方法咧，嚟到逼使到呢個國際舞蹈大賽咧唔能夠喺香港舉行。保衞香港自由聯盟咧係對梁振英政府、保安局局長同埋警務處長係致以強烈嘅譴責，因為我哋知道香港地方，我哋每一個市民嘅人權同埋自由都應該受到基本法第27條嘅捍衛嘅。如果喺今天咁嘅情況之下，一個宣揚舞蹈文化嘅比賽都受到咁樣嘅打壓咧，呢個係不能夠接受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今天保衞香港自由聯盟嘅朋友，所有香港保衞香港自由人權嘅朋友咧，都能夠站出嚟，去到譴責梁振英政府。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其實香港人無論係舉辦任何嘅集會遊行或者一啲嘅比賽項目，警方係需要保護佢哋，配合佢哋嘅舉辦合法嘅一啲場地嘅申請。而今天居然係用呢啲方法去到阻止呢個舞蹈大賽嘅進行咧，係不能夠接受嘅。我要引用一個著名嘅18世紀嘅哲學家 Edmund Burke 嘅説法，佢就係話 ：The triumph of evil prevails only when good men remain silent。意思即係話，邪惡盛行嘅唯一條件就係善良者嘅沉默。我哋希望香港人都能夠站出嚟，為我哋香港嘅自由人權去到捍衛，不能夠沉默，讓呢個梁振英領導嘅政府繼續用佢哋邪惡嘅手法嚟到欺壓香港嘅市民。所以我哋希望新唐人舉辦嘅活動能夠繼續喺香港進行。而我好高興佢哋能夠移師到去台灣，去到一個自由嘅角度咧，去繼續進行呢個舞蹈大賽。好，多謝大家。